想要无时无刻有你陪伴我身边，触电的那种感觉有点点危险，什么方法爱你才会永远不蜕变？哇！ Yo, check it out, everybody. Yo, come on. 地板动作 Yo, everybody 一起动起来，耶！客家嘅朋友，客家朋友大家好，哎呀，嗨，我是大芭比安以威。今尾好啊，我讲，今尾遐个主持客家人有面同啊最欢喜的一时。 用慢讲，还没懂欢喜啊！因为啊吼，你算啊老朋友啊。嘿，真嘅。头摆你做客家电视台啊，是由乡下来主持。嘿啊，我一记下拿嘛。一记，你做得拿。乖乖的。习惯的，做主持也习惯拿两记。真嘅，懂欢喜好朋友啊。不过大家吼，第二吼很多大芭比嘛，嘿。安以威嘛，嘿。唔第二本名。哦，我嘅4时节的名我都我姓詹。 哦，姓詹，詹天佑的詹，嘿，对，詹慧纯，詹慧纯，对，那因为以前呢，我爸爸妈妈希望吼，我存的钱吼，会存起来，都会存钱。哦，会存钱哦，哦，哎，有点按懂日诗嘞。结果我太爷啊，踏入这一行之后啊，就改名了，因为很会花钱，根本没有存。节目一开始就带来热情歌舞嘅大芭比安以威，大家嫌佢係台灣天影始祖謝天后，比人嘅姐姐韓卡祖衝出天影舞曲個，17歲就出來衝歌位嘅安以威，佢有櫻桃姊妹出好多專輯，過後轉型衝天影舞曲，有名到全台灣。按當年來佢咪參加戲劇演出，算係多才多藝嘅客家藝人咯。 安以威佢係苗栗公幹人，不過今年一開始，佢就帶人來到大蘭，算來係乜嘅原因咯？我們都係我哋就掌握嘅大宗祠迄啲大蘭，我就是想講家園的機會尋根啊，可以提供爸爸阿公啊以前同就喺那片聚集鄉下。大蘭啲啊，名你會按用。 很多亮名的啊，頭擺時啊，原住民啊，吼，原住民給原住民發啊，吼，那大蘭啊，吼，其實講大潤，假就是講係美麗的原野，哦，你睇地方啊，你看哦，有係山，有係水，客家人落了地方啊，吼，是談到了大潤就是很多大蘭，啥子，是卓蘭的名是按用來的，美麗的原野，嘿，咩係人家美麗的水果之鄉，係啊，來到了地方有個最重要的，因為你鄉香展，唐人公大蘭那地方算會很大的形式。算台中的。台中的。嘿，因為台中的香展台中，佢還有分布啲苗栗公館，沒有苗栗市的，按講台中同步咗啲大蘭。我見到咩來尋親呢？尋親。咩同到係唔認識咯？係啊，最近也個貨房來擺一下。家本係咩可以香展嘛？我家本嘢哦。冠七信。冠七信哦，山中雲層。阿妹，啊冇面子的事情都做入罪，該頭擺事情啦，好冇？實在冇用。唔過唐人講了不了，總統都水果啊，那葡萄啊，乜咁全部乜都有名。你落去看看好冇？好，來。來。你睇中係來了，你哪位啊？哪位大蘭嗎？係啲啊，大蘭你中乜嘅？啱啱水果。超有名嘅，我哋係啊，來同下呢批來。真見哦。係來。哦。不要太遠哦，這個蠻重的。唔係，來，等下唔做啲嘢。算來安以威愛帶小眾去哪個？原來係大蘭前有名嘅葡萄園啊！兩位從高位嘅人，整一片又騎起來咧，行通卡拉 OK， 行到哪衝到哪。剛來到葡萄園，聽錯來一條葡萄熟世界啦！來。金色的陽光要把我投胎，溫馨的和風替我鋪開，輕輕又輕輕，輕輕又輕輕，有多珍重。葡萄成熟時，我一定回來。哇，
真紧，落了葡萄园然后一定会冲了树葡萄成熟时，那树果口真紧后糖。是，只可惜葡萄还没有完全成熟，这个就是大兰的特色。最有名的是葡萄，不过你根本拖来落了葡萄园，而请骂啥？哎，你的鸦片没摄影棚，不是在哪里用？不是哪样习惯嘞，有两位，泰国跟泰姬都了位哈。詹德全师兄。哦，詹泰国呀。嘿，来百合师姐也还夹补养啊。也补养呀。嘿，百合师姐。百合，咱命当好汤诶。这支迄耳朵詹德全拢爱香香香詹德全，啊，佮拄拄好爱讲迄詹德法，迄德字辈的，所以其实古说讲，今日爱叔公。哦，叔公啦，嘿，全部都德字辈的。哦，叔公。然后太甲问候一下好吗 ？OK， 大家好，反正光临大南京啊，加客家腔，然后安尼无嘛腔咯，安尼是安尼嘛。唔讲嘛大南京，系俺哋系东西嘅太浦腔，太浦腔，伊系精通嘅太浦腔啊。精通嘅。哦，哎，太子，有嘛个无腔拢嘅太浦腔，嘿。尾音呐，尾音，譬如什么 case？ 嘿，慢慢就譬如。食飯咧講。食飯。support，哎，你讲食飯。叫 support， 尿片，support，哎，如果兩種腔嘅你懂識嘅，佢要要太浦腔，要要藥片。尿片都，甲連咱台灣來講對新竹國土人妖，啊，唔過解無空款，腔調無空款，都唱過人講燒秋，燒秋嘅，人講燒秋，人講係講燒秋，啊，人講燒秋誒，燒秋誒，它都是那個算是第三聲，它多加那個語助詞啊，語助詞，就感覺哎，吃豆料講法比較甜言蜜語。泰國，你待大蘭草冇，咁你又會講太浦腔喺董事街邊呢？咱媽媽係東勢人哦，大蘭大部分甲東勢通婚較多，啊，攏大部分攏個講太浦腔。哦，咁娘媽媽係董事人，嘿，然後講太浦腔，嘿，咁娘爸爸係尿片，細漢都甲我爸爸講尿片，咱媽媽學講太浦腔。哦，尿片，咁你爸爸帶來袂？咱家就有個糖號嘅河間糖嘛，河間糖河間糖，啊，愛青島咧，青島咧，因為以前講嘛，該同步做西來年，去張會去嘅戰士總是西灣人叫較無去，啊，愛啲就買下一批嘅做較無，較無去，後生嘅較無去啊，冇係，根本你去河間糖衝過本牙駐前挺好嘅，駐前糖好嘅，人家攏係夾出去啊。小眾也聽意以後喎。我以為現在係另外一台嘅戲劇，幾行年前老德全師兄兩公婆結緣，也拜講一拜來了。雖然葡萄也下張轉色，不過小眾竟然等差了。吃葡萄不說葡萄酸。嗯，很多的。你在忍嗎？沒有。我沒有。哦，不會很酸啊！你要吃看看。德全師兄係人家的大蘭的葡萄達人呢。真嘅，你要吃看看嗎？唔好酸啊！你一個代表。大蘭喺民國50年邊呢，就開始種奇豐葡萄。喺東勝里係千10種，咪千好食嘅產區。現在人家溫茶太，又有對大雪山來嘅當鮮嘅水源種出來嘅葡萄，飽滿又甜又多水。咁你自家要做酒，有，那媽媽就哦，咁不用差不多10年了。哦，10年的葡萄酒哦，13年。哎呦，做得松啊，用關冇。是的咯。做的，一人就要喝葡萄酒。不過冇空快講，我個葡萄喝。較甜嘛，較甜，我中意較甜的。唔係澀嘅，澀也不，唔係。然後你試看，一人就要喝葡萄酒，要喝紅酒，會越喝越紅。你不，還有，真嘅啦，你真的也是淋葡萄酒，這淋得紅啊，紅根本啊，像你送一罐本去啊，總就沒有通道誒。一淋不一順啊，都得拿出來本來淋。是的啦，是的。你講下泰國，客家係泰國，10幾年的葡萄酒攞去淋酒咯。係啊，你講講。哦，阿婆，阿婆又見面咧。哦，聲麥很強哦，兩個人都聲麥。
泰國來，跟你種了葡萄幾久嘅時間呢？哦，一九咧，加了70萬年呢，70萬年呢，70萬年，我個攤子咧，個做法我家做吼，家做70萬年呢，我今日滿90咧。啊，90歲，你講咯，身體康又動物健康呢。按健康，迄樣係食酒變健康嘅。係啊，食葡萄酒係啊。哦，食健康啊，我領動到。係啊，有冇？你唔該同步。唔該團團呢？幾位係啊？咩啊？你唔該。你煮誒？煮哦。你煮完個豬煮哈，頭腦好啊，聰明啊，真會都會強象徵這個將咱的你，然後後代會懂厚，又懂多，綿綿不絕，每個人都注重元素，很聰明。懂嘅哦。動物健康呢？按健康，迄樣係食酒變健康嘅。係啊，食葡萄酒係啊。哦，食健康啊，我領動到。係啊，有冇？沒有。要酒係你做的嘛？係。你自家做的？我寫親手做，爸爸還在天做啦。啊做吼，啊就存心外觀啦。啊，個爸爸是陪13年呢。啊哦，鳳酒這邊5酒呀。哦，按叫食幾年呢？13年哦，不止。哎呦，你看。哎呀，沒啦，沒有。15年哦，講你啊，品油15年呢？有15年。啊講吼。哦，阿婆對你懂好誒，你10年，懂幾年大口嚟做的嘛？是的哦，真的，還有按排泄呢。真嘅。阿婆，你做完叫嘅，做唔係排泄啦？講咩啊？咩半塊？咩啊？咩半塊？做咗13年，啊個大口落個，我少咗萬條，一到都講，一冇阿妹來啊，我就大口啦，媽，一唔買哦。我要推介先，我推介呢無失潮。你做唔得，講自家妹做嚟都做唔得不一定呢。係啊，佢講東鄉啊，唔知呢，佢講嗰幾塊啊。係啊，你可以阿婆，阿婆，啊基本啊，你來練看看。15年呢，自家做。曼陀酒，我們不要帶到太大杯。你師兄師姐做唔得食，佢特別留半個得食。你看一下你啊。有講哦，條絲都可以唔會昂啊！哦，條哇！哦，他說是後勁，這沒有剎車啦。他說沒有感覺，後面他有哪會不知不覺就醉了。啊，真嘅哦，真的哦。我林寬寬，來，所以啊，先那個，先。很烈，對啊，很烈，15年呢，還是把它蓋起來好烈，烈哈。啲葡萄園度食好酒，食菜歡喜。阿婆動心頭，隔天我嚟創一條歌誒。私の願いはただ一つ。骨まで愛してほしいのよ。葡萄園之旅就喺阿婆嘅歌聲度結束嘅。接下來我按一位愛唱歌嘅本老祖公唐了。來，講嚟，唔看，有獎喎，冇講樣哦。唔講啊，看到了動奇怪呢。有蠻奇怪。你想嘛該？我想站啊。想站迄嘛該同學。河間堂。哎，那下唔錯嘅咧。吼，技術堂哎，什麼時候改的堂號啊？我第一班來帶你去你個新商。新商嘿啊？佢攏介紹。邊個位？哦，你好，哎，新商你好，我阿忠姑啦。啊，我係尿片協會。哦。你講尿片強嘿啊？係啦，講尿片啊。哦，開個怎麼稱呼？啊，張清片。哦，青山，原來就是沒有你公館鄉站的呀，你這到來台中咩？強中啊，強主山啊，開個，咁你要下技術堂，沒寫河間堂，另外有。本來這河間堂，你個主山嚇，就上個，唔係話主山，到兩，佢繼續落來嚇，上到主山用開發，佢後邊又佢發展嘅嚇，我就講用技術。哦，後來就改。哦，就是這樣，為到人家
间庙也跟庙。哦，因为啊，我讲童话有懂都是用在地名，地名是最多的，还有的是它的中心思想，例如像那个三省堂就是姓曾的，因为它是曾子的思想。中树堂也是姓曾的。哦，甲小周，你技术堂的由来，我拢讲，人家音乐落也问后，出发现从头到尾都冇同样。系啊。看呀。哎，干嘛要动车？动贴片吼。要唔该同步？唔来团团呢。叫的啊。唔咩啊？要唔该？给煮诶。煮哦，一般都是放量啊。系啊，大食类啊。系啊，肉脯啦，肉脯啦，因为不用煮的都了会。哦，你煮完都剔煮。哈？哦，地猪啊。剔煮哈。嗯。头脑好啊，亲聪明啊，真会都会讲，象征这个像咱的你呢，后代会懂厚，又懂多，绵绵不绝，每个人都出状元，出很聪明，懂聪的哦。因为俩吼人口减少，俩年动少，用的你啊，用生年也冇多，不是哦。哎，这个中心思想中吼，真的吼，摸一摸会不会可以多增？不要加油。摸唔平要摸啊嘛。哎，不过你不就东西我看一下，你还会唐人讲啊吼，东江。东江有中央人，你来看下咯。哦，那很强哦。那有冲开，哎，你看开天师 Q 啊吼，里面那个唐代的那个场景有没有像唐朝的时候？有，而且你看有挑高有冇？哦，很强哦。大东江。你看呀，建筑台北的嘛个建筑安尼较抢。抢嘛个哦，抢夹去木档。系啊，那木档。有没有抢嘛个？抢哪位？我做团队啊。哪位？国父纪念馆。哦，错。有抢吗？国父纪念馆它的瓦片是红色的。哎呀。它的这个是蓝色的。蓝色 Q 用啊，就是人家推荐人以前那个唐朝官帽。系冇？有安尼意思啊。哎，第一排看到，来，一定看。哎，还看到噶，一定有技术堂，有看到吗？哦，占姓祖庙，有看到吗？像咱呢，那看到懂多牌的，一香有几多牌的？有个14咩？14牌，14杯牌。那我今日牌是推冇通用的。系啊，佢牌嘛，写东西嘛，东冲着诶，看到冇？个敦本明伦，黑马律师啊。是 N 的本 N 的祖先啊。不要忘本，不要忘本，冇忘本，冇忘本。伦哈，应该一辈分哈。哦，伦理哦。那个那祖先那个个哈个落来安尼，哈犹太犹色就分得当清。还有俩，直荣都尉。占先生讲啊，技术堂有130年嘅历史诶，1935年嘅关渡山太铁图，造成主堂凹塌，古所起过。现在公司系日本时代，设计图请日本师傅来规划，韩国日本建筑有受到唐朝嘅影响，古所技术堂就起做唐朝嘅官帽形式。唐宫地图还有同形式嘅老牌匾哦。哇！来，看一下。钦点御前法令侍卫，御典，御是什么？皇帝。那叫皇帝啊！哎呀，讲迄皇帝清朝皇帝送的啊！哎，所以你就去补啦，无价之宝啦。哦，别不是说外面该这个什么都尉那样，他是个军职，是皇上赐给他们这个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哎，头发会本皇上赐这个某件单，哎，董立欢一年一胎官哎，哎，这个官在以现代来讲的话，以天胎来讲啊，差不多嘛该管。那像是总统的，那国副总统的。哦，总统府的那个侍卫长。哦，该董冲了嘞。那也很大。董胎啊。系啊。有个较胎。还了。千多个。千多哈，哎呦蛮多。该开机主福清宫，其迄个中书侍郎。中书侍郎。啊，佮教太子太保，教太子的精神。那个教那个皇帝的儿子的那个念书的欣赏啊。哦，那也很大哎。董立欢呢？哎呀。中书侍郎那就讲讲啊，系中央部分，中央的个文官啦，文官啦，哦，古时你看，伢上家呢，有做文官的，做武官的，全部都懂你哦。皇帝钦点，有教皇帝的来读书的。系啊，皇帝都要从经济给我分哦。
跟牛高皮肚好，爱排这种。那狗皮尿片是的。尿片，你搞尿片啊？好，痛痛切的。哦，脚疾病的疾啦。脚痛，脚痛。哦，脚，哎，你是脚痛，你的脚，我脚切。哦，脚切，系哦。哎，泰国，俺问下吼，你讲名名安怎嘛？站前庆。站前去，那叫前。头前啊，就是前面。前面的前。哦。迄第几时的？第28。哦，第28。哎，敢唔算休上呢？因为外公的第10批呀。哦，你是前字辈。哦，刚来爸爸是义字辈。义字辈。展义嘿。你爸爸迄？爸爸34。爸爸64辈。义字辈呀。嘿呀。哦。34。那不对吧？义在前的前。对呀。前面怎么会34？赢了就涨啊！伊讲田内算起哈，我田科技组算起，应该是田福成功算起，啊就会有涨差。来是继续轮排下去，好无？哎，不过吼，看到你匾额按图啊吼，上摆我迄个王志平看到一只匾额啊，他匾额啊，知道动有意义。其实讲啊吼，较死啊吼，赢的迄子孙啊吼，都我边吼大边啊动有名吼，注重地。真劲哦！嘿，抢伊了嘿，冲头暗有名，一定要做老本爷注重地啊。哦，祖先地讲，哎呦，你后代子孙以为按要冲过哦。按要冲过诶。啊，毋过爱去过吼，唔伫个祖先汤有遐汤无呢。俺弟啊吼，按旧无看到赢，冲按多钱嘞？敞篷的呢？你不是有送快吗？真紧数送。唔过哦，要传下唔免啊。要免嘢哦，要讲我要送过好不好？啊，好啊。公开。来，迫不及待。姐姐把我的车停好哦。你听过放山鸡，没听过放山鸡？没有哎。所以它的肉特别的有嚼劲，军事，你懂讲。伫个祖先汤有遐汤无呢？那个注重爱的东西是新的东西，真的。客家天生就会强咯，爱新的东西，唔爱旧的东西。唔同咱那个祖先同属的，做地基爱嘛解哦。啊，懂地，可以吗？会一下，看会中过。总班贤呐，看你讲到当唱老咱们嘅老祖公同属嘅样嘅呢？当然啦，冇一啲嘅功夫，勇敢地公路当道嘅老祖公面前颠簸呢。我以为当成嘅演唱功力，竟比出去颠簸老祖公càng嗨。来，1、2、3、4跳舞的天后，摇着头的天后，马起回来黑港哟啊，得谢谢。我的情绪火热，做个浪蝶狂风，青春应该不要再留白，虚度这青春不会活该，红桃姐姐快一起摇，黑桃妹妹快一起摇，有嘞，个午后，红桃姐姐快一起摇。摇到天荒地野岸，蓝蓝黑港哟，还有。哎，有做对冇？咱家祖先。得了嘛？伫老祖公面头前唱歌跳舞，我以为应该算是全台湾第一啥啦。咱们嘅老祖公对你印象当深，听说会特别保佑你。了解了技术堂嘅特色，听讲正统啊，还有另外一件同有外国特色嘅占卜祠堂，咪动出的来收嘅哟。刚好，你底下你想展吗？想展呢，给他同学会嘛该技术堂，还有这个河间堂。河间堂。不过刚刚我们去参观那个技术堂呢，它是算是整个
整个嘿，规大人装的，嘿像站面用十字起的。咱你也尾选最迄，骨落个了尾吼，你尾会甲做落的，从内推煮，内到你就骨落安多年就去家己装迄个服饰，服饰了，自身的家桶。哦，过来看一下吼。你来看一下。你马该实推。去的哈嘿，造福心眼。嘿，甲系日本的年派。我还有两位啊。哦，生面。英文诶。加个英文的大听概。可能客家影像英文的咧。甲较早的，甲自身留学。哦，留嘿，学。留学记不日文，佢用日文吼，甲从来用片人家尿片，十酒毛，刺球好，是酒毛，妹妹是酒毛，是酒毛，是酒哈，应该是吃午餐啦。嘿，是猪毛啦，是酒毛，你看可能是药品，就是问好啦，就是问酒毛，问好的，我以前我下英文那种，请坐。他料理是看到嘞，鹅肩糖，还有两看到会腿，你看下地迄五角，就做个太惯吼，五角面跟两边，今日安尼看是冰布是啦，仙都茶院。Q 公有清点、御前、花梨、四味、长寿丸。站台嗰個技術同度嘅以前花蓮市威王變，其實係亞件老祖公嘅。過後後退嘅子孫，老記根本就沒有來展示。老技術同強用，亞件好件頭，咪係啲日本時代起嘅，故所咪融合嘅日本蟲，還有日本雅嘅風格。啲淳樸嘅大蘭街路巷，因為有一輛動電工嘅跑車。茶檔還做得掀開呢！哎呦，哇！要慢。眼底啊吼，按久無看到嘢，衝按多錢嘞？冇啦。哦，4粒茶哎呦變乳咧，哦，還長筒的咧。不有爽快嘛？真勁爽爽。唔過哦，一台子看唔起眼。要沒嘢哦？唔起啦。啊，吃到一年呢？唔起啊。天你衝按多錢？哎呀。真勁唔起眼嘅啦。呀，沒嘢。吼，喺人家大人慶祝兩個。房嘅條架嘅茶，咁你因為試假茶，仲有錢啊！台硬低唔過再攞唔過，總嘛揀有錢。我以為真見係小眾嘅好朋友，還會相互同步向下來存睇錢，也做奉三嘅男人，就係泡茶嘅主人啦。人家會最有名嘅乜嘅東西？鵝肉啊，鵝肉，鵝肉，哦，而且賣了好幾年，快70年了，快70年的肉店呢，傳下來呢。哦，真嘅呢。說娘摸過這種茶，差不多有20郎團。沒有了。你不差那一台嘛？說娘跟壽司，等下人家團茶。我哋送不完好吧？好啊。公開好啊。哦，開放誒。他趕緊。對啊，剛才是真嘅試這哦。冇啦，我喺同呢條架討教過，我用滿洲成2張鋪，都都按穿錢。夾夾起身，養鵝肉你會按油苗。夾包嚟帶啲嘛？好，來我姐姐。哦，你這啊，有槍誒，有槍誒，這哈。這樣。比較醜了。我沒有長得我長得帥啊。哦，不要那麼客氣。來，迫不及待。姐姐把我的車停好哦。是換你的，變你的。來，一人一聲。小鐘係睇下來入件超有名嘅，來。哦，真嘅哦，小鐘看下。知道了米頭啊吼，後來順便留下來哦。入件超有名嘅就係人面前嘅鵝肉，嘿，再入件嘅土鵝姐姐。哦，紅鵝姐，紅鵝姐。很香啊！真的紅鵝姐哦，香氣嘅嘛，該頭。東海頭，干牙肉紅香嘛？香柳嘅嘛該頭。香柳嘅風車茶，風車茶。哦，依家係香站有龍香站嘅。我龍妹西。哦，龍妹西哦，內緒。那青龍妹西。因為香站啲大蘭係太多，每家每戶幾乎都會夾到香站去。對，你看它跟姓張的媽有關係。哦。不過啊，紅鵝姐啊，鵝肉啊吼，都靚貴啊。
你们爱民人伊啊，你松摆去抛起落来咧啊。抛起没有落叶色啦，嘿搭剧组吼，落叶片抛起一定会来食叶青牛面嘅。真嘅哦。嘿。人我有好食到哪位？有解，有汁，汤汁够，而且够 Q， 够新鲜。够新鲜。再来就是土生土养。土生土养。自家肉啦，自家鹅肉肉腐诶。哦。夹个鹅肉清好食，用传统的方式，用迄瞬间速给吼，不用都冰库底度，马上给它冻结，那个甜味吼，原味全部都锁在里面。对，尤其夹个皮，你吃起来不会觉得油腻，有没有？嗯，很甜，很细，很 Q。嚼劲，有嚼劲，均实，你懂条，懂 Q。最重要的，新鲜。某种饮料或是的鹅肉绵绵。绵绵，其实有嚼劲，有弹性呢，你看鹅啊嘿，牛肉蛮足的。我嘛用木草，木草，苍蝇骨草，苍蝇骨草，一般都像咱二十寸的个面嘛，个无大数嘛，细细条水煮细细条，看伊讲血法。哦，最重要的点放木草来，而且放山头。你听过放山鸡，没听过放山鹅？没有哎。所以它的肉特别的有嚼劲，真挺好吃，蛮偏偏好吃哦。那个。可以最后讲好。来龙讲，蛋香呀，还有配用。稍微咧看起来啊，东葱啊吼，苍蝇头、马油葱、客家草苗，你葱客家草苗嘿。要到碎瓣诶。碎瓣看唔出来啊。漂亮嘿嘛。对啊。啊，变过来看。变过来看。哦，看到冇？又咪咪啊！这个碎瓣诶。什么花碎瓣？为什么？好漂亮。真的有一点像客家葱眼，你吃过吗？有，两个特色，然后甜甜嘛，然后 QQ 哦，然后脆脆，就会跟 Q 脆法。没 Q 脆啊，没 Q 脆把它甜，没它好咬。阿我知讲，一出老市面嘅水板，其實係飼物特有嘅菜哦。老北洋嘅韭菜花，鋪啲水板後，就變做大家都當好食嘅客家創意料理。飼物啲亞太嘅時節，對桃園細類打爛。做事係對阿婆開單獻賣其實，傳到佢兩子阿姊嘅時候，佢亦係天三胎嘅，做得發展到一下太傳統嘅規模，除咗祖傳嘅特別好餸意以外，似乎兩子阿姊咪當會用大量嘅當地食材，加入遲遲嘅鵝油來調味，突出都清爽唔難改，食得到食材千年式嘅齒條。行家加到肉絲鵝嘅方式當特別，一下就叫下來看啦。哦，有聽到你聲冇？有。你鵝嘅聲，哎，太哥，你要去學幾多鵝啊？那麼今年因為前一陣子禽流感的關係，現在要復育大概1000多隻吧。1000多隻。 1000多隻。聽到聲音好急哦。呱，臭小鴨哦。哎，太公啊，問一下吼，你家鵝啊吼，嘿，是屬於哪一種品種呢？華鵝。哦，中華土鵝啊。對。華鵝。我們要養到125天到140天。不過夾肉會不會黑厚黑啊？對，不會有腥味。哦，因為有的鵝肉有腥味，那就很糟糕了。對呀。我看到冇？哦，厚很多來。哎，你要不要試看看港鵝樣？你吃個魚啊？这个场面好壮观哦！好远，深入泥沼。哦，过来，OK 了。我咬你的師傅了。我以為你唔係會驚我會咬師傅咩？用閒切架、協切架咯。太牛哥哥也特別嘅鵝為太卷，當然都要專業來操練，增加發通量。另外每老鵝為學啲水順好，咪係味道嘅片面鵝為食啦、蚵啊，都啲強質水熱，新鮮偏全。也油菜記者為用鵝為嘅方式，真見唔是看過呵。哦，得了，過來咯！壓馬路有看過冇？壓，過來看。上來一點。喂，來咯！怕生。太強了！一個姜啊，太牛哥哥，當姜啊！後退一點，後退一點。來了！哎呦，好壯觀哦！你看到沒？你T back看到壓馬路看冇？過去嘅。過了。
哇，你看看，哦，不错哎，白茫茫的一片，古手看。泰国的牛肉啊，用会按后生，猪会按用哎，是按牛吸出来的。对呀。平常时看到鹅啊，就是在湖边游泳而已，我把它晕通，你看到这样，就在这个像这个山坡一样的，像梯田似的，可以跑上跑下，不给晕通。伊第二片活动力还强，古手干用真的后生，后生，嘿，讲客家人有名堂，跟你讲打有打折吗？有啦有啦。有帮帮卖泰国懂泰牛国的名哎，就来找大牛就有打折啊。好，找大牛来请泰牛罗斯，我觉得我长得跟罗斯峰有点像。哎有，唱一首罗斯峰的歌曲不？谁妹安将青秋甲一起发。不是我来请到泰牛哥吃做的是的后生的牛肉哦，不用散的哦。我唔错，冇行唔错，提防我大兰。冇想到有狗子王國後面上嘅大蘭，除了有葡萄、水梨，也有好食嘅狗子，還吃出好牛味啊！除了有撇味無嘅好山好水，還係愛有像太牛哥，還有得全師兄，也有很大病，又曉得用頭腦嘅人，啲也成功，竟然也得土地，爭做得有暗好嘅成績。好嘞。伊咪要打来，迄个就暂时台中咩？甲一下我等中不卡。啊，中也不卡，亲呀，爸爸媽媽係啊。做得啦，唔聽搖帶冇。睇埋偏見嗬，又包去幾多錢？是啊，佢家出去做同好嘅。有餘愛之愛啊。希望唔錯，冇啦，我做迄個細時節帶素菜。哦，隔壁有乜嘅？啲廟啲公館，有乜間我也等去。好，出牙去。來，睇搖個安。啊，睇搖什麼樣子先哦，拜拜。建設對葡萄園穩住田空，公館咪係當有名嘅農業之鄉，鄉都千有名嘅五穀宮，係愛以為當有40節非遺嘅素材喲。以為街下都大蘭啊，吼，你啊從茶過來啊，秀一下是到嘅，好嘛？嘿，冇錯，一隻素菜呢係廟裏啲公館，係愛從細到大嘅素菜。哦，你啊咁廟係乜嘅廟啊？五穀宮，佢主要拜係神農大帝。哦喲，你啊會泰國去廿爸爸係啊？今生就愛你，無愛配三年，望出愛做年歸。來，一個燈，兩個燈，三個燈，五個燈，加點一秒空愛動槍。嘿，朱黑你，你看下。馬該就是白痴。你講愛窮會生50錢的是錯嘅啊？還是講愛動槍？咩本團隊嘅？泰國去廿爸爸係啊！呢一隻咩會劉駐美？哦，劉駐美哦，你好，像劉馬街，係劉福奇，劉福奇哦，那你姓嗌麼？有樣相冇？東叫冇咗來啊！大巴從細咧就到公館嚟出成狀態嚇，特別夾媽媽夾爸爸咧，你係嗌到好朋友。我從幼稚園第一片歌唱比賽，當年也廟方做辦嘅歌唱比賽。對。有來了會比賽嘅啊？有啊。國小啊，幼稚園同我哋也唱過。成績好。後擺大家你就可以到比嚇，一天係日係為明日之星啊！哎呦！我記得我開始唱歌嘅係到盲頭幼稚園嘅時節，就係人哋公館向有當就廟方啊，我辦嘅歌唱比賽，嗰時候我隔壁鄰舍就定我平常冇事嘅時節就當好唱歌嘅。啊，記住同我媽媽講啊，有娘妹應該同我唱啊，係帶佢來去廟方啊，跟我媽媽就以前就做加工，咩冇乜嘅時間就講啊。做得，聽講吼，一擺前3名吼，有個4人唱。按以為嘅歌唱天分，就係為到獎品，參加五穀宮嘅比賽，將流傳開來嘅。烏卡地度當道嘅天氣，都係佢唱到阿公生，將穩準來嘅。對佢嚟講，五穀宮就係太寶庫，同時咪保佑佢平安順遂狀態。
喺神农皇帝呢，除咗佢高營養嘅葱白醋嚟治病以外，佢還係江中人求得年年能夠豐收嘅一個守護神。那隔壁山上國寶，客家人一定會拜嘅。客家人拜嘅山上國寶。還有呀，天上聖母娘娘。哎，古說啊，唔死時是有來拜是有保庇。有啊，有拜就有報福。哎呀，哦，但太監，好有很樣。條拜死時冇安太監。冇安太監。吳國強喺民國89年起做野下嘅規模，按以為當久冇做來嘅，家家來創一條本生命彈困啊！大扎金子送本意，表示愛心意。今生就愛你，無愛配三年，夢出愛做你歸。來，一個燈，兩個燈，三個燈，五個燈，來幾分？20、25、22，五燈獎，五個燈25分，恭喜！好。你講後面了就客家嘅子孫啊，都可以平安順利啊。拜拜好，節目繼續按兩點好，拜拜。好。太哥，台灣有幾多了吳國強啊？太約有120人間的吳國強，嗰是吳國爺嘅廟。過去嘉慶年間，啲先民從唐山過來台灣來開山打拿嘅時間呢，原住民族漸漸的就往啲公館體系嘅北片山，還有南片山嘅山咧來移通啊。故所以原住民族呢，佢非常嘅痛恨人哋歡迎，時常會出錯來吃人家這個歡迎哈。當初一個清朝嘅政府呢，佢就在公館體系嘅各個山行嘅出口，設入嘅愛寮，也係人講嘅就是江山，保護人歡迎嘅生命財產嘅一個安全。喺公館體系過去嘅故名，按到愛寮下，人家公館莊咧。有一個按到北昌門的一個愛寮呢，佢係清代一個愛寮一個中心點。啊，一個頭擺一按到大家人稱呼佢按到公館。故說後來公館咧鄉嘅一個名稱，就係因為一張名來改到公館鄉。哦，頭擺有愛寮啊，對，愛寮。講個原住民嘅朋友啊，對，來出錯，來出錯。你吳國強啊吼，你有冇你公館你會按出名？嘉慶25年的時間，佢就係當初公元1820年的時間，啲先民呢，有一個到一個廣東省，按到5年中嘅一個先生呢，佢過來台灣來做生意。當初佢過來嘅時間，開擔嘛，一擔就開得一個油來台灣來賣。另外一擔呢，一條呢，佢就係開得吳國神農皇帝嘅鐵牌。過來保護佢過來嘅，哦。原鄉嘅客家傳統信仰係多神信仰，比如講媽祖、關公、神農大帝也都。其中神農大帝咪變做客家人來台灣開墾嘅勇士嘅守護神。客家人來台灣開墾，認真需要，過程當中爭地搶水，族群之間各種利益衝突係難免嘅，故所咪會求神農大帝來保佑。悄悄的喺台灣各地起嘅吳國強來拜神農大帝，本神農大帝咪天天嚟變做台灣客家信仰接上看到嘅。你做下來了，吳國強嘅對面了嘛？做嘛？呀，迄個從細時到大嘅點點。真見哦。同義同槍行嘅點一名嘅。行點一名同愛同槍。嘿，做迄你看一下。大概就是白痴。講愛窮會生唔是錢的是錯嘅啦。誒，還是講愛同槍。唔咩本團隊嘅。唔打實實咧嗬，唔是那錢遐出錢。真見啊，教唔好叫唔出來。按好哦。唔好意思。其實名很奇怪，你冇種白痴生唔是錢的嘿哦。唔是啦，有邊有面馬個豬油啦。還有邊呢？哦，我看一下。稍微跟我講一下，為什麼你們取名叫白痴，好不好？都是學生嘛，好啊，都是放學了以後來這邊吃冰啊、吃麵啊。萬一身上不帶錢，或是優秀的學生，我們都有優待的。哇，你這名豐厚哎！他是有超過平均多少，那我們就是免費讓他吃。
冰吃面。哇，好棒哦！古说诶，你要点动油引请米托诶，因为啊吼，卡斯吼，你要成绩同好，你是成绩100分或做嘛该留在地方啊吼，你目前都做嘛该调岗有是抢生，嘿，钱来唔来嘛？做的，唔是呐。哎，该基本改做的白痴嘛。可以。有本小组传到诶，唔过请问一下，你迄成绩好，也系冇钱啊？凹到姜旺旺诶。哦，对呢。看到那边啊吼，既没有华丽的外表，其实像来 C 时间，尤其俩八宝冰，来 C 时的时候，八宝冰用了很多八宝冰，就是你可以点8种料，无共用的，嘿，无共用的，应该熊哈张色的多。嘿，你看到冇？你看，你看俩，也是 C 时的 C 啊。好多颜色哦，对啊，干你还是红豆牛奶冰，红豆牛奶还挺好吃的。你也甜吃掉串冰。来，大摆冲过一天一名啊，妈妈做单啊，就是呀，红豆牛奶冰，调咖不是酸甜，古手给人都白吃。哇，哦，好吃哦，就串冰那种钻石冰的感觉。哎，亚种啊，来虾呀，以前呢，你看呀，28来。情书黑啊，嘿，情书。唔黑啦，哦。哎，给他调摆时间然后，他没有做扛把，没有菜单，没有 menu， 其实那种就下都要懂清楚掉哦。是本身面就用下来按你点的，而且炼乳要加10块钱按钮，最重要你看，要 WiFi 加密码有人讲。懂这边嘞？这边啊，以前就按用的呀。应该起码要护背起来，你知道？我们很容易就因为冰要沾到水的话就。我们超级懂水喝，嘿，每一度都种还是我，我慢慢给价钱就贵过。我客家也是挺天然吼，哎，有时做的做 menu 哎，对啊，贵点的。特别，不过基本上同欢喜啊，哎你节目抢动因为哎你用啥？酸肉片油。头摆有向下客家天丝头油主持节目。嘿啊，还没同欢喜看到。五谷有种。百醋又甜，唔过下你菜单有加油，慢推唔摸，牙起客家人。嘿，欢迎收看客家人有名堂。客家有名堂。嘿啊，我们加油要做节目咧，要同欢喜可以请到牙给祖先给展示这种事，基本算系寻根呐，要帮下地都懂到祖先嘅事情。当特别下你看到了，虽然看过水饺。真年都有特色的红火技术塔，有冲个国父纪念馆的个建筑，然后印象还在脑海里，以前保护皇帝的，高太子免书的，欣赏。不错，人家注重真金魔法功，真厉害哦！厉害，还有个舌头个哦。鹅肉，哎呦，你看看鹅肉会按后生哦，该多汁啊，怎么样？都是放餐呢，吃人呢，还有这都安尼，这都太八宝冰，你阿妈迄个40个同好食。嘿，古说太家一定要数看的，咱的客家人有名堂，可以地都动到客家种，唔个奇奇怪怪事情，不做这样节目。最重要，所以伊人一家根。嘿，根在哪里？蒙蒙本。对一本送言蒙蒙本，家人大摆来翕，就连工作人员未见来见了解慎重对演嘅重要，也拜嘅名人亲近治理，唔但将观众做得挺安，啲苗栗大兰还有公馆、高神气、适好了。每家人展费术，也就是技术堂嘅客群模样，按意味，寻到按丰富、按神气嘅同好故事，客家人系真嘅有名堂哦。